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明咪，咱来读一个《龙德山》。龙德山这个小说是陈光白先生的作品，民视有甲伊拍做戏出。当然，戏出的部分就是照伊该用什么语言就用什么语言而已。总是陈光白先生伫写作的时阵、创作的时阵，煞国不离总爱用中文华语。退事的时阵，伊迄双三角目就规个翘起来，剃头光坐伫咧磨刀里的倒手边，伊是无咧食薰，煞一直咧流喙烂，强要顶落来才甲竖转去。白发袂出来的时阵，就去扫头壳顶的烂屁，烂粒啊，发袂出来，应该讲伫拍嘛，应该是袂讲发袂出来。毋知要拍倒一支白的时阵，就去扫伊头壳顶的。若黄斑就真认真伫咧拍嘛，蒙白也慢，出白也慢，一直拢互磨刀里啊三喙四请，才真毋敢甲白拍出来。这个吝啬，用吝啬怪怪，才毋敢甲白拍出来。若周福生，伊颠倒是无意无意伫拍白，毋若算白无伫咧了开力，甚至阁有因讲通伫咧牌局之间用福州话用福州话掺淡个台湾话讲故事互大家听啦。古早时代有一个西夏子女重新起来，想着讲过去，想着家己实在是伤为囝儿事世想，量早就甲财产分互伊，才会到今仔日这种凄惨的地步。若准讲阁甲财产落到目屎七焦，按涂骹爬起来，伊阁看到迄粒大石头阁目甲火晒晒，伊雄雄想着，灵犀一点通，这毋知伊有一种讲法，就是雄雄想着嘛，雄雄教授，心有灵犀一点通，小读，无这是咧讲两个人，所以我感觉应该就是雄雄想着。伊就雄雄忽然间想到一个计谋，所以伊就将迄粒石头抛转去，用纸一沿一沿甲包起来，尾啊，阁用白布，最后再用红绸布甲包起来。红绸布，伊就是红绸布，这是红绸布，我毋知伊是啥物布。布，这是啥物布？无，哪有这字的？布是最是用听过用染色的方式嘛，无。大家语言拢有即种，无爱直接讲，无讲到迄字来表达迄个意思。要过身的事，要死的事，最后一坎路，还是最后一铺路，你是迄个点就对。一直过囝儿新妇讲，10多年来恁也对我拢真友好，分袂出来向上友好，所以袂当将这黄金互，就决定等我目睭开了后，才互恁大家平分。大家想咧，就准讲大家平分，每一家拢会使摕咧几落斤的黄金，也是真欢喜的代志，也真乐痛伫咧等伊刻目。
等到伊死后，大家就来偷开伊的枕头，发觉到红绸包白布，白布包白船，大家才了解到老爸当初一句头仔救我的意思。头仔救我，头仔救我，所以这四字伫台语内底会使有几落种读法，对无？石头石头，无人要插伊安尼说。今日是说一个提教手，个人事农工商，对无？翁亲母亲老公仔拍，为着要省迄个3%、5%、10%，互你20%好，啊50%好啦，50%为3岁，结果家己嘛无得到半项，连倒是青山落片，侥幸哦。无道理用伊的三角眼含剃头光偷拍暗号，就光伫咧蒙头壳顶的烂粒仔，假无伊拍背洞出来。无道理啊，即刻就白演落去，话讲到710 7番，大家甲裤子仔摕来，毋是一帮，我看下影。啊，过去即种筹码，敢有啥物讲法？到一式7台，一式是7台哦，我袂记着。啊，是迄个时阵的台，甲即摆的台无共款。爱甲伊写7番，即摆来讲毋是讲番啊。马子张马，箍子啊啦。啊，毋过伊即摆即个是，这是鸡啊，所以应该就是鸡啊。当然，第一道只来收钱，放在桌仔顶看，才用拨。捌面小看，面有七色，凄凄惨惨。天现典现又读册，读袂少册，所以就用亲戚的戚迄个戚字。不过我感觉应该是，我咧摇应该是晚音字尔啦，我咧猜想的，所以我伫事情袂爽，当然的啊。捌激一个屎面，才毋甘愿甲周福新就慢慢啊，一字一字算互伊，无道理，手扫扫咧，洗牌洗洗咧，甲牌贴做四角形，18塔甲弹落去，周福新开始摕牌，牌桌顶整理的时阵，无道理啊，无伊啊无伊，对周福新咧讲，漫不经心，漫不经心，我是讲无伊啊无伊。感觉有啥物讲法？假无伊，也是真风，无惊心，无惊心，绕车，绕车即个良心。梦仙、两公、线仙、线形。天王教学学这书，看卖这个是什么书？漫不经心，我感觉是无意较哇！你讲线形怪怪，你即个只怪怪。无细字，无咧记答，放两公，应该毋是，我感觉应该是无意假无意就对。你对来故事，敢是讲互万寿听啊？伊也无听过啊，而且讲一句较坦白，
万说啊，比较早有效做啊，咱着搁加讲遮不好的故事啊。我嘛毋是挑讲，我嘛毋是挑工要讲一寡不好的故事啦。就好像着讲，我只是想到啥物故事就讲啥物故事啊。恁敢若无爱听不好的故事，我着来讲一个有效的故事。就好像着搁摸一支刀，甲手里的发财拍出去，开始讲第二个故事。古早有一个冤家，含伊的夫人，真侪年啊，拢也无后生，才去抱一个查某囡仔来做养子。想袂到自从收养即个养子了后，就连续生5个后生。即个冤家对即5个后生非常疼惜，百般疼爱哦，非常疼痛，百般疼爱，疼甲袂动地。当然这有当中是一寡形容词啦，百般疼爱是无一定有即种，所以应该是找主要的字词，疼入心，得人疼，对吧？应该是安说，古水得人疼，有互相疼惜，古水真疼惜。里面的意思，伫咧口语上就是简单的讲，要毋过你若要真正翻译做啥文字的时阵，你可能就要加足定情的啊。百般开头难，万事起头难。百般无奈，非常无奈，也是啥物货安尼？正顺从款感，所以就是非常疼惜就对啊。啊若养子毋是家己的骨肉，就甲伊当作奴才看待。等到这后生拢长大成人结婚了，冤家就将全部的财产分做5份，分落伊的5个亲生后生，敢若分一间简单的草寮啊，敢若分一间草寮啊，甲一躯田，互迄个养子含因某去耕作。煞讲每一个后生，翻头来讲，每一个后生自从得到田园厝地了，就管家己的妻儿，甲爸母等伫边啊，拢无人要去顾，拢想着讲其他的兄弟会去顾，敢也无欠伊甲伊一个。平常时啊，也着煞，反正着两个老公婆啊，着家己煮家己食。有一当老冤家的生日到啊，若照较早，每一个后生新妇拢会捧猪骹面线来3岁祝寿。即一天，伊两个公婆啊，就无搁煮食，听候5个亲生后生来甲友好。煞想袂到，等规半晡久，也无看到一个后生新妇来祝寿，来祝寿，或者就是这听起来看起来毋知几岁啦吼，啊总是有当阵啊，这真害可怜。就是祝寿、祝生日、祝婚礼、祝福嘛吼。做生日，祝寿做生日，就煞想袂到，
等规半步久，也无甲一个后生新妇来甲做生日。饿规暗，饿到3更半暝，才看到迄个做田的养主捧2碗猪脚面线来互因食。对因讲：我今仔日做事真无闲，做到酒才有闲。想到其他的5个兄弟想讲其他的5个兄弟大概要甲老阿爹阿娘做生日啦，我着叫阮某凊彩煮2碗猪脚面线来互恁食一下宵夜点心。迄2个老公婆仔一个听着流目屎，感叹讲：什物宵夜点心啊？阮2个老的今仔日规工拢无饭通好食啦。讲完就欢欢喜喜，甲迄2碗猪脚面线狼吞虎咽。伊真正可怜，饿规工啊无通好食，所以即摆狼吞虎咽嘛，算拄啊好尔尔。狼吞虎咽，大喙扁了。当然叫一堂龙吞虎咽，大喙食。当然，这种算文雅的讲法咧。直直食，直直吞，大喙食，大喙吞。你拢靠去讲，喝3碗公顺，安尼可能用可能是要顺了了，喝了了呢。好，就讲完就欢欢喜喜，甲迄2碗猪脚面线顺了了，食完了就问养主讲：啊，你平常时做田也趁无几元，啊，你倒有钱通来买猪脚面线，诱惑阮2个老大人。迄个养主就讲：隔壁总有一个饲猪的，欠一个猪槽。我就想起较早阮草寮后壁有一个无用的猪槽，乌乌啊臭臭，囥伫遐吹风晒日，规气袂袂的准拄煞，就卖互伊，摕着卖2块银，才去市场买猪脚来厝里煮面，互恁食点心。迄个老员话听一个目睭大大蕊，甲迄个养主的手抓咧，大声讲：才卖2块银！迄个养主讲：2块银，人佫无啥想要买咧，佫嫌伤贵。迄个老员话就讲：啊，猪槽拖去袂？养主讲：是啊，袂啦。讲过2-3工啊，才要用牛车来拖。老员话就松了一口气哦，这应该是松了一口气，一口气冷气嘛，袂使来讲。这真正是一个口语的讲法嘛，要毋过。这应该是来讲，松了一口气。猪槽拖去袂？养主讲，还袂咧啦，阁过2-3工，讲才要用牛车来拖。迄个老员话听一个放轻松讲，好佳哉，恁今仔日友好阮2个，我就坦白甲你讲，迄个猪槽是黄金做的，黄金铸。这字应该是安怎讲？打造还是羊、土肉、铸模，当是铸，起造还是咩啥？铸造就松了一口气就。可能安尼吐大气，小可吐，好佳哉安尼，好佳哉！你今仔日友好阮2个，我就坦白甲你讲，迄个猪槽是黄金做的，用乌烟甲粉过，等伫咧草料啊，移风万里，也无人知。我敢若甲你讲，以后就送互你含恁某2个人。现主是紧用猪头凊彩敲一工黄金落来，摕去城里温楼换几百箍银，紧甲迄2块银，互迄个买猪槽的人，佮补伊2块银，讲你要饲猪，需要猪槽，所以无要卖啊，叫伊去城里买新猪槽。即个养主果然就照老员话去做，甲黄金猪槽留伫咧厝里，从此也好压起来。
若安尼，有一工老王话，佫对五个兄弟讲：恁后摆，恁逐个后摆，恁逐个将以早分互恁的田园地客吼，房屋、田地地客分做6份，连养子也得1份，才对逐个讲，养子嘛是囝，所以伊也爱分1份财产。5个后生拢无话讲。啊，若迄个黄金织造的代志，即5个后生当然将其尾也拢毋知。啊，你即个故事敢毋是号做济囝饿死爸啊？无道理啊，着斜目，着讲较早敢若捌听人讲过呢。好诶故事，敢惊加听咧？你饭毋是食过啊？为怎样佫逐工咧食？就发生着甲讲，即个时阵，剃头光又佫咧摸伊诶臭头，向外道里啊着驶目尾。周福生看在眼内，也无讲话。伊看到外道里啊等一指5万的剃头光啊，拍一个手随叫起来，狗姊妹花2台，又佫庄家双倍变4台，钱来，摕来，哦，我咧行运啊！因着佫算2撮，大部分拢是外道里和剃头光2个人咧赢牌，因2个人真明显拢已经讲好势要安怎报消息啊，只是周福生无讲。啊，若黄万就敢若拍拼伫咧看牌和算牌，袂需要拢完全无觉察着。牌算甲当闹热，忽然间有一个妇人人冲入来，直直冲到后厅，2个人一个甲看，定睛一看，注目注视啊是啥物货？定睛一看，伊是咧讲，定睛一看是安怎讲？斟酌看，注目看。伊有人冲入来，一定有声音嘛？啊，只是有声音了后，无一定有材料看。啊，要看的时阵，可能就是真正爱斟酌看咧。所以斟酌一个看了，定睛一看，定睛一看，注目斟酌看，注目一个看。忽然间有一个妇人人冲入来，直直冲到后厅，4个人斟酌甲看，是李梦因某梦嫂，伊头毛散压压，目睭哭甲红光光，向大家送一步无意无意讲：我了做阮梦啊来遮咧跋麻将咧。即个时阵，伫咧房间补天衫的万嫂啊，也听声冲出来，随插喙讲：无咧，无来遮咧拍麻将，看有去跋位跋无？无啦。万嫂就头害咧讲：同网家拢找透透，也无看甲伊一个影，敢会输甲去互鬼掠去咧？也无看甲伊，即真正即个汉字写甲呢，我是完全无咧插伊咧写啥，我是照我家己读安尼。也无看甲伊一个影，袂输甲去互鬼掠去安尼。啊，你哪着遐着急啊？翁是家己的啊，早夜晚伊家己会转来啊。万嫂咧甲苦劝，你敢知？已经3工无转来啊！伊逐摆若跋输觉，就无转来困。万嫂伫咧讲，佫有淡薄仔凊彩了。咁咩就是讲后地，佫无毋是到后地迄个情形。讲我要哭，应该是安尼吧？凊彩叫，吹后甜杂后，后甜杂后，后讲甜，讲甲后讲甜，讲甲杂后，讲甲后甜，
讲甜，讲到后甜，迄个做啥？成翁半暝啊爬起来哭，3更半暝毋转来，困到一半精神，望无边仔诶人，所以就是成翁就要半暝啊爬起来哭。凊凊哼切，哭袂出来，凊凊着，好，凊凊着。网所就讲甲凊切，袂输敢若有一块插头夹伫咱脑后，无要紧啦，无要紧，无偌久就会转来啊啦。网所哪讲哪搭？万色哪讲哪搭网色的金甲头，但是厝里已经无米通煮饭啊。自昨下晡饿到大人也会砍直无要紧啊，囡仔袂砍直啦，饿到一直哭一直哭，是要安怎过日啦？网色伊早就已经下出无户订，早就已经下出户订无看人影，大吐一口气，御夫不属。万色啊，为着网色。万色，伊黄万嘛，啊李望吼，好念。万色为着网色歹命，甲拄着歹阳晒，伫咧大吐一口气，就搁行入去房间底咧补停衫。四角桌顶的麻雀声就搁再度响起，大家开始对李望兴博甲无顾家后开始讨论起来。无顾家后的生存，不顾妻子的生计，唔管死活的对啊，久无食3工要出来搏咧，啊无听起来看起来就是讲，一旦搏落去，可能一搏就搏3工3暝安尼，唔知通倒。啊，厝里人该食的，所以可能袂困到就天满哩啦。好，不管，就大家就开始对囝的生存议论纷纷，一句来一句去讲袂停啊。轮到周福生的时阵，伊就又差不多哩，而且淡淡的，讲咩淡淡也使，什么讲法？淡淡的说，啊，台语水讲安尼来讲，看摆台语水讲到底安怎讲一个淡淡的。唔知影，油味吼，是安怎？无，敢无？规整规组，色度，无啊，第一是无。香味啊。师傅，你现在剪的是什么？拢华语啊，做迄个啥，来简单翻译，看看应该是安尼。好，安尼一时找无，好啦，共款继续，无伊啊无伊咧讲好啊啦吼。但是毋通跋到某囝拢无顾，米暗敢有米，若无米就先叫人甲米暗填满，才敢出来拍。哈，你还你，伊还伊啦。李望若像你吼，早就开肥仔店啊，也免嘛免到现主时，搁咧沿路替人补碗啦。
黄万就讲，如果拍拼去研究伊手里的牌，无道理含剃头光一个厅，拢甲黄万赢一个，然后两个人搁相上，点点无出声，因心肝底就拢感觉袂爽快，感觉黄万超工咧甲因口说，因为因两个人也亲像李梦安尼，沿路讨趁规半世人，犹原袂当开店，绝对无亲像黄万和周福生安尼。即暗的麻雀拍4局才拍煞，箍子仔算算咧，无道理赢钱上多，因为伊赢搁着改一条龙、双龙炮、一式和草一式，甚至搁赢过改14台的双清。大家甲钱银若要清了后，两个赢钱的人就手牵手转去。剩周福生也起身要向门行去，歌舞、万仔囝、万嫂早就上床去困啊。棉被店静悄悄，店舅舅，棉被店舅舅。黄万送周福生到门骹口，当周福生下过户顶，拄想要出去的时阵，黄万就解救咧，问伊讲：你敢有注意到？因两个规暗拢伫咧拍暗号做壁。有啊，我有看到啊。周福生点头咧讲：啊，你若无开喙啊？拍麻将，大家只是大家糊弄尔，总是有人赢有人输啊，那就较认真啦。讲煞，周福生就下过街转去到厝里。这时阵暝也深啊，街路里无几个人。周福生门卡一困了后，食甜还搁咧骗囡仔，还袂困，伊就出去开门。周福生才下过户顶，拄要翻身开门，随有一个人影按门外行来，原来是米店送米的少年仔阿发，伊派一袋米随递入来讲，拄好你转来，才想讲遮尔暗啊送米来，你毋知拢咧困落未？啊，今仔日规日拢无闲啦，到即马才有闲通送来。阿发啊，免人带，就家己冲去到，就家己行去到房间底，甲米红的挂拍开，甲米拢倒入去红内底。米倒好了后，阿发啊，甲空袋啊抱伫咧肩胛头，徛伫咧店门口等食甜去摕米钱互伊。周福生忽然间想起什么代志，就细声对阿发讲：阿发，你敢知影李梦的米红有偌大？龙山寺附近的米红日倒偌大，我嘛清清楚楚。阿发啊，真得意伫咧讲，然后转另外一孔口气讲：李红的米红，甲恁的病大人，才行入去房间，甲米红盖无好，佮继续骗囡仔困。阿发甲钱算咧算咧，摕咧落袋内底，拄要行出门，周福生就甲伊扭咧，佮较细声压低甲伊讲：阿发啊，你敢会使甲我送30斤米去哦？望仔说，会使啊，明仔载我才送去。伊敢有讲要爱米？阿发啊，真晓伊咧问啦，你就敢若做你甲送去，即马就送去。周福生咧讲，那按裤头并3箍银摕互阿发，即3箍银的米钱你摕去，3斤米才2箍7，啊我走你。阿发啊讲咧讲咧，伸手伫咧落地啊找南山的，你免走我啦，剩互你做行路工啦。但是你即马随甲我送去。周福生真坚持讲，这做你免烦恼，我绝对即马就甲你送去。阿发啊，就头定咧，死也哭咧出去。便啊，周福生心情落痛，伊就困甲诚甜，顾甲若牛。即一工，伊嘛困甲诚甜，顾声甲玻璃窗啊转甲微微仔咧转，转甲微微仔错。伫咧眠床边的诚甜，互伊顾声顾甲无才调困，变来变去困袂加做。尾啊，顾不离种甲剩一下喙皮，甲叫我醒问讲：福啊！啊，你若会困甲咕咕叫？你阴暗是毋是半夜？你阴暗是毋是夜叫？半夜叫啊！周福生无清无楚伫咧讲含面话啦，伊就大开，佮吐一口气，
暂时点睛倒来，无到偌久，又搁开始顾敢若累，所以困甲真爽就对啊哩。这看第5集、第6集，好啦，第6集应该使搁读吧，差不多，而且讲长无讲介长，所以就发生算好人就对了。来，第6集。福州人伫网界同乡会真久以来，就伫公馆附近的福州山买一块山坡地啦，开辟做福州人的公墓，又搁伫咧公墓起一座祠堂，应该是这祠堂应该算中文甲台语，我无真确定要安怎来对，所以伫遮做译文啊。我查无，我的网络无去祠堂。书堂，祖庙、祖厝、祖祠、书堂。祖庙、祖祠、开辟做福州人的公墓，又倒伫咧公墓起一间祖墓，或者三山神堂，是一个互一个叫做青山县的风水山伫咧管理。变啊清明一寡福州人就来集体祭典，祭典了后就大开宴席，食完就转去各自的墓。所以就是先食才去扫墓的款，探墓厝，一定爱扫。好，讲到扫，啉一下水，给扫起。祭典了后，宴席食完就去各自的祖公墓、祖先墓去扫，就去扫墓。这一年清明的进前一个日，青山县来三山神堂巡，看到祠堂内底的龙道，因为旧年无小心蜡烛车倒去，烧一角，袂当阁用啊。所以就叫区里甲龙道搬出祠堂。另外，想要找人伫咧清明祭典进前，阁紧做一下。因为周福生的木工手艺伫咧网家一带拢有口皆碑，就是拢手艺真好啊，所以有口皆碑，有口皆碑。大家拢学了解达字，可能会使来讲吧。口皆碑。有口皆碑，有口皆碑，大家拢学了解达字安尼。Where they are not, they are his memory tablet.
台语水讲有看卖一个台语水讲，台语水讲在讲啥？几支片？看卖啊，佫会买。阮天博营造的工程，有口皆碑。中文有口皆碑，有口皆碑。正人学了，迄当然啊，迄规个病。阮每个港口就有名的，你会当放心。咱科真有名，所以有口皆碑，真有名。阮过去的客人，大家拢真学老。大家拢真。娘家低基金哦，啉过拢学。啉过拢学了，侪人学了，少人嫌。有口皆。迄工业品质伫业界是同人学老的。同人。若有啥问题？同人学了。啊不是。总讲是南北基佬拢知影。南北伊还上面品质。有品质。来，他保手了，他表演嘛好，所以品质不错。那都是有口皆碑嘞。不要那么麻烦呢。所以，侪人学了，少人嫌吼。简单讲，因为周福生的目光手艺伫咧放假是侪人学了，少人嫌，佮加上遐尼吉讲好义，吉讲好义，时讲好义。无时讲好意无，而且佫兴做好代志，对共乡人的福利无小本伫咧帮助。所以即一天，青山先生来到周福生的木器店，用福州话对伊讲：“福哥啊，早就听讲你手艺真高明啊，眼高心细，就是眼高心细，这就是跟他讲手艺高明啊，但是这眼高心细。”眼高心细哦，目睭内心肝油哦。好啦，目睭内心肝油，阮三神堂的师堂的祖庙，去年一个好好的领导，煞烧一角去，袂当用啊，爱阁重新做一个。这个领导是非同小可啦，因为当年有福州人来咧祭拜，若无较详细做精工细雕。精工细雕，精工细雕，当然这是咧雕饰的手路啊。这种细艺术，真正是在人讲的啊，所以精雕细琢，精雕细琢，看没有？无。哪一的？好啦，反正咱手路较摇的，因为当年福州人拢会来拜，若无做较好，若无详细甲做，用上好的材料来做是袂当。啊，而且今年清明已经到，赶工一下，恐惊找无其他的人会当来做即条代志。毋知你敢肯为阮三神堂来做这领导无？即种遮尔重要的代志，若总讲别人叫我做，我嘛会甲手头的实囥咧，赶工为伊做。何况讲这是为咱福州同乡的代志啊，我就更加义不容辞，义不容辞，搁较袂体面，义不容辞。义不容辞，你才照字读。照字读，袂走闪电，怪袂走闪电，可能
何况这是咱福州同乡的代志，我著近骹卖下体啊，你甲长度、宽度、深浅的寸尺互我，佮讲这量度要什么型、什么款的装潢、什么款的材料，你做你讲，我拢一一照做，一定赶伫咧亲民进前，亲身送去到三仙堂交互你。周福生安尼讲。当下青山县咧，就将周福生想要知的资料拢讲互伊知。尾啊，就问周福生讲：福哥，你先甲我讲咧，啊，这量度做起来爱偌济钱啊？想想咧，周福生想想咧，才对青山县咧讲：若普通人叫我做啦，我着250块钱。啊，甲若是福州同乡要爱，我着一仙钱也无伤。买卖算分，小正不论福哥啊，这固然是。咱福州同乡，这个人是咱福州同乡会要做的，但是同乡会有基金，这量度当然是爱基金支出啦。这是买卖，你替同乡赶工就已经真感谢你啊！哪有可能叫你做无钱工呢？哪有可能叫你吃亏白做工？哪有可能叫你了钱做无钱工？可能是安尼，了钱做无钱工，少一个先说啥呀？敢若是同乡会要爱，固然，这个固然，我就讲，这个杨王伯咧写的时阵，明明就是伊人用台语用日语咧教我，所以你个是要插一开安尼。Even though 虽然个人准公司呀，个人本来就是你认真讲对了，实在经验免不了，也袂当夹，也袂使无，所以伊即是讲。准讲是咱福州同乡会要爱做，但是同乡会有基金啥的，甲若福州同乡会有基金，这量度就算是我福啊对这基金的奉献。因为我孤身来台湾，祖先无代伫咧台湾，所以以早才无参加恁即个同乡会，也毋捌去三仙堂参加祭典。即届若量度做了，倒是想要。带某囝去福州山参加大家的清明祭典，也算是尽同乡的一份心愿啦。这个量度就算是我的一点仔敬意。讲我无勉强你啊，就照你办啦。但是请你伫咧量度正面刻上“周福生敬献”这几字，我也要伫今年的现金版上用红纸写你奉献的250块银，表示三仙堂有领受你的奉献，你想安怎？周福生就无另外讲话意义哦，这个意义就是无共意见，没有意义。我就讲这个，应该就是讲无其他的无共意见啦。意义。其他的选和括号我选一选，当然是意义啦。周福生就无另外讲话，当下两个人讲好势，所以周福生就开始传材料，开始调零的。过2旬哦，2旬，这个时阵日本初期，迄个旬应该是10天，有诶旬是7天，有诶旬是10天，可能爱看吧，所以无确定。伊讲正月日，所以有可能即个2旬是又袂算2礼拜10天吼。过2旬，周福生每日赶工，先将一个乌心石木做诶领导
条结雪，搁插5遍的打插，一只喷光香喷光焰。伊最后迄个插是爱互伊喷落去，插落去了，就是爱反金反金啊尼啊。所以伊即个香喷光焰，又搁插5遍的插，一只香港光影影亮到，总算讲全部完成，才叫人去甲青山仙咧讲。青山仙就选一个好时好日，请一只牛车，甲领导再去到福州山的三山神洞去。因为今仔落哩工人搬运的时阵，去靠着田，周福生就早府七气。应该是伊的家时头啊吧，因为今仔路哩工人搬运的时阵去靠着，周福生就早伊的家时头啊含青山仙咧做伙坐牛车来到三山神洞，等要将龙道搬入树洞当中，又搁做最后的巡查，就搁最后搁巡一遍。周福生才含牛车夫以及搬运的区里坐伫咧树洞里休困。这个时阵，青山仙咧去兄茶，等茶烧，大家就开始啉茶。三山神洞头前的山骹有一片水田，有2个做田人也迄个啥，雪啊，伫咧画2只水牛犁田。田的倒手边有两三间破草厝啊，伫咧水田中有一块大土，拢发青青的草啊。有几落座墓伫咧其间，其中有一个大墓框，砖塔甲水，富丽堂皇。富丽，这墓牌用墓框用富丽堂皇当 ，OK。富丽堂皇，当做皇宫就对啊。富丽堂皇，兄弟礼道。富丽堂，水当当，水当当。其中有一个大墓，做甲水当当，徛伫遐。周福生的眼光，互迄个大墓框闪去，看到青山仙坐咧身躯边，也咧看迄座大墓，就翻头问讲：青山仙诶，田中迄座大墓是倒一位啊？迄是王寿元的，伊有3个兄弟，大个叫王寿山，第2个叫王寿海，伊是第3个。大人咧拢叫伊王三社，有当阵敢若叫伊三社，因拢是按厦门来到台湾。大个2个拢捌做过清朝的官，曾经来过台湾，尾啊就搁转去厦门。即个王三社无做官，爱做生意，毋但开价低行，又搁经过樟脑寮，趁袂少钱，买真侪田地。所以就无想要转长山去。日本人来占台湾的头前2年，伊死去，去找风水找真久找无，最后才待伫迄田中。青山仙袂输，那伫咧讲厝内代志，讲甲真详细，如数家珍哦，如数家珍，滔滔不绝，讲袂煞。如数家珍，袂输咧讲因兜诶如数家珍。算甲嚼着嚼着，算甲嚼着嚼着。算甲嚼着嚼，滔滔的。青山仙咧袂输伫咧算因兜的宝贝，算甲逐项着讲袂停，算甲逐项着讲袂停，怎么讲？滔滔不绝，
滔滔的，讲袂停，讲袂煞，讲甲喙角全破，讲话讲拢袂煞，讲话讲拢袂煞，讲袂停，一困头讲遐尼济，反正拢啊倒出来安尼。滔滔不绝，大水高公路，夹夹叫，话讲袂煞。青山山的文书伫讲因兜的珍贵宝贝讲袂煞，就发生听到了就一直点头，想起真侪代志。青山山看伊无讲话，就去哈一喙仔地继续讲。即句田拢是三社，迄两个犁田的做事人，啊，佮有迄个草厝仔内底一寡做田人，拢是三社的佃农。只是三社死了后，就转对伊的后生甲租，伊主人换嘛，三社的后生租安尼。啊，三社后代敢也真发达啊，就发生伫咧问。有人讲好业袂过三代，即句话伫三社因兜是讲袂通的。三社的老爸就已经真有钱啊，三社也好业，伊的后生即一代，毋若有钱、有田、有地行、有脑料，上脑料，甚至伫咧九份金瓜石开金矿、铜矿、比三社还佫较发达。可见伊三社种的即门风水，毋是良血，就是好血，绝对是真好的风水啦。啊，若无因即家袂遮尔兴旺，你讲三社已经死几年啊？就发生咧问，7年咯。青山山咧雄雄想起啥物货？真激动的，兴奋，跳起来了，兴奋，袂输想着啥，跳甲咧金昏，毋是袂使啦，就是强棍，刺激，鼓舞，鼓励，跳。兴奋、热狂、欢喜、咻咻的、咻咻的。咻咻的，哇天！青山山咧袂输想着啥，跳甲大声啊！我哪遮尔无记忆啦？顶个日我才听讲，即山附近的人伫咧讲，三社的家族即个日要来捡骨，算的即个日今仔日拄好是上好的日子，若毋是今仔日还佫有倒一日啦。我惊因凡事念伊就会来哦，这也是想拄好啊。光领导来，拄好含三社捡骨共日。迄个牛车夫要入城去为别人搬庄啊，所以地人员就先落山去啊。青山山咧，甲钱纳互迄两个搬领导的苦力，也甲因发落叫因走。剩青山山咧含就发生又佫坐一群啊。青山山咧才去款地具。又搁变一寡神器，这是啥？迄个树洞内底一寡器具的款吧，含一寡心灵啥遐物件有关的，只是敢会已经翻译啊，我无确定。台语水讲有一个神器，清洁的一些神器。这个手紧的有，
应该不是，我感觉应该不是，应该即马找到迄种，即个相对来讲，现代思维神器，甲以前神器无关系。好啦，轻装身呢，则去轻一寡地具，又搁加一寡身体清洁一个，通互另一仔临时要用的清明坐垫通用，通互加几一仔朝轻装身呢。当青砖线含就发生离开三三线洞，来到山骹，拄啊含一粒的古角堆小长头，迎面走来，小闪身小应该是小长头啊，小闪身是无拄着，所以会讲迎面，敢有啥物上好讲？迎面。侧面、对面、迎面，迎面而来，迎面而来。对面，对面，对面。卡片，所以就是小拄面拄着安尼，因为因要落山嘛，要起来嘛，吼，所以就含一个咧古角堆小长头，有分古吹三角体吧，因为遐个我要讲色素面迄种诶，大概是老爸，我看是老爸，拿拨，叉号，叉蛋，琴仔，所以拿拨还是琴仔，所以有卡拿拨还是卡琴仔，应该是琴仔。敲拨，所以用敲的，分古吹敲拨来，个啥？人拿拨咧，看是要用人的用敲的就对。我会记得是这敢三角形的吧？逐种乐器迄个动作是无共款。琴仔，青啊，拿拨，所以看是要用敲的，还是用，就是用敲的，甲用啥？用敲的，用敲的，用人的敲甲人，有分古吹，有敲拨仔，有卡鼓的，有讲道的，搁有分品仔动箫和下弦仔。伊这个是二白和弦仔，迄个这个弦仔是啥？伊讲三弦的这个是啥？敢是迄阵日本人打来无偌久啊？所以这种应该是日本的乐器，应该是属于迄个叫做，可要讲，类似乐器嘛，可能大弓弦，可能大弓，我无确定啊，古乐队这种我无真确定。好，搁有分品仔分动箫，下弦仔大二白，大细细，声音嘛真响，错综嘈杂，震耳喧天。错综嘈杂。吵吵闹闹，还是闹得滚滚，好啦，闹得滚滚，大声响上天。沿路水田中的墓地去，后面缀一队
穿黄衫戴官帽的道士，和另外一队穿乌加西袈裟。袈裟，袈裟，袈裟，我无确定。着袈裟，穿袈裟，乌袈裟，伊敢有分乌色甲迄个，什么色？咖啡色哦。当然有毛白啦，有无？这我灰熊衫，灰熊衫。加西，你甲是加西，当然灰熊衫是一个。好，和另外一队穿乌加西剃光头的和尚，拢摕，这是啥？这是磬，这是磬，这个磬台语是啥？我不知影。磬还是啥？砍哦，砍，边轻，砍边轻，都什么嘿？阴轻，所以是阴轻，阴轻。磬这拢改合做动词来用，所以当然罄竹难书。阴磬，所以就是磬。笑形的乐器，石头做的，二甲做，所以看甲起，当起做的，拢摕磬、木旗、金针、半克目，喙里咧念经，喙里细细念，拢咧喊经文和神书。刷来是一顶八人轿，跟一个70外岁、白头毛白苍苍的妇人人，伊的目睭白白真明，虽讲老也真丰盈，老而丰盈哦，应该是讲伊的体态真好吧？老而丰盈。老而丰盈，台语水讲，体态好，体态好。伫囡仔做的头里，还阁按叫你出头来指挥队伍，后面有3、4顶4人轿，跟一寡白皮肤、乌头毛的中年妇人人。最后才缀一寡查甫人和还会当行的囡仔去，一群囡仔。在即个家族行列的最后，就缀10几个看闹热、想要讨钱的褪赤骹、庄脚囡仔，畏所分情。一两只土狗仔也入伫咧即群囡仔当中，伫咧吠。迄个8人轿的妇人人，就是三社的某，穿全身的指向迄个8人轿，对周福生讲：遐拄好，因今仔日要来捡骨。周福生来台湾，从来也毋捌看过人捡骨，就真好闲，想要对这队伍去看觅，对这队伍去看觅啊，就周福
就青泉生咧讲，咱敢是会当去看，也好，反正我今仔日下早也无啥代志通好做。讲完，因就入伫咧迄阵庄脚囡仔当中，沿路队伍来到水田当中的盆地。周福生和青泉生咧等吵了正点钟，青泉生和遐个道士回想，以及遐个本角去的老大人，也拢真熟悉，就一个和因开讲起来，袂输做伙来参加一场盛会。周福生是啥物人也毋捌，敢若一个人孤孤单单徛伫遐，有当阵去看迄个真热闹的大门框，有当阵佫去看迄个三社的某和遐个囝儿逝世，后生新妇、祖囝等等遐个大家族。这个时阵，日头已经冲天悬，空气当中热又佫无风。周福生的头壳顶开始流汗，有一个请来土工仔，总算甲迄个蒙牌刷开，开始掘三角土做的门框，用掘三角土起甲真好势的门框。门框凹空出现一个大乌洞，有5、6个躯里走去洞穴内底，做伙甲内底一具大棺柴扛出来。炸着2个躯里，甲洞穴内底藏寿官的2支长的椅条摕出来，放伫咧洞穴外口。等寿官放伫咧椅仔顶了后，就有人摕钢腿仔和针仔，甲挂卡掉。另外3、4个躯里做伙甲挂掀开，大家拢围起哩。有人随画起来。恁紧来看，恁紧来看，这骨头遮尔白，遮尔清气，亲像杀文洗过，我一世人也捌看过。三社一生好德行，死了骨头才会遮尔白，遮尔水。另外有人讲，恁大家过来看，看这副棺材，7年啊呢，还佫遐尼勇，擦还佫遐尼光，袂输新的。即摆寿官也无做甲遐尼水。头一个讲话人又佫讲一解，这是藏伫咧石迄坑内底棺材里土，才会安尼啊。若待伫土里，早就烂壳壳啊，早就。讲烂壳壳，好啦，烂壳壳就烂壳壳，早就烂壳壳啊！有人在讲，因为骨头又搁清气又搁白，家族就免洗，搁较免拍，所以遐个众家长就对拄只坐轿来，甲出家所囝话讲：点雨伞，添雨伞，甲雨伞添开吧。而且用迄乌色的雨伞，看迄个压榨迄个骨头，袂使见着光安尼。迄3个中年的祖囝就一手拿手巾，一手摕手巾仔，一手拿乌色的雨伞，家己头光扎咧，就家族的族长伸手去甲迄个白骨捡起来，一块一块，一支一支，用红丝绸布甲包咧，放伫咧黄金甕仔内底。才拄甲骨头拢总伫一个骨头甕仔内底，随有一个70岁的做田人，烫车骹伫街犁啊，按迄田中的田花路，雄雄公公冲过来，哪喘哪咧讲，三社娘，我来了较慢啊，三社迄骨伫底，三社娘袂输对迄个老大人真熟悉，也杀开正人，迄个做田人行过讲。已经藏入去黄金甕仔，贵啊！你哪会遮尔晚才来？啥伊娘咧？讲什么牵猪哥，就爱我去牵，早也毋牵，晚也毋牵，偏偏等到即个遮尔好诶日子，才叫我去牵。牵转来到厝，看恁遮尔规大阵人，我就知影晚。伊喘一困了后，又搁讲：三社娘，敢会使互我看一下三社头家骨头？我已经7年无看过伊啊！三社娘喊一声，迄个族长就拍开黄金，互迄个老大人跪伫咧土骹，甲头
翁仔口看一下，才真满足爬起来，洗迄副袂输哪新的袖竿，收一困，才学落起来，雄雄心血来潮，心血来潮。心血来潮，就是想到三吧。心血来潮，心血来潮，照字读。心血来潮，心血来潮。雄雄心叫是安那？毋知第几，毋知第几条神经想着，毋知第几条神经想着安尼，无张无弛就对啊。好啦，无张无弛。雄雄无张无弛，行去到三舍娘的面头前，对三舍娘讲：“三舍娘，三舍娘。”三舍这副袖竿还阁真水呢，已经7年啊，一点仔影都无啊。是啊，因也有伫咧讲，就亲像新的迄一款啊。三舍娘微微啊笑伫咧讲，是讲，迄个老大人真溜恋，又阁翻头去看迄副反射光线的袖竿，真丢丢咧讲，三舍娘。我著甲三舍做一世人的田啊！三舍即间厝著遮尔好大，伊著已经住7年啊，伊著无爱阁大咯，敢会使互我将来大？袂输你甲三舍看厝共款啊！三舍娘，你想安怎？你想啥款？伊要甲伊讨休观察。三舍娘想咧想咧。微微啊笑咧点头讲，拄才咧想讲三舍扣骨了后，即副袖竿毋知要安怎处理，嘛毋知要互啥人，拄好你要爱，就互你啦，也省得我阁搬山位。三舍娘万寿，三舍娘万寿，我贵啊实在是真福气啊！讲咧，迄个老大人就咧三舍娘的面头前跪落来，互三舍娘紧腰想要去甲抱。经过伊几个后生的协助，才甲迄个老大人按涂骹甲插起来。迄个家族的人早骨就打的，粿粽糕饼，反正拢要拜拜用的啦。而且清明时阵拢是咧食，或者啥，中国种寒食节，就是无搁另外起火香灶伫咧用就对啊。所以迄个家族的人有早骨就打的粿粽饼，粿粽饼、粿啦、粽啦、糕仔饼食的点心来，伫咧祭拜一困了后，就分互家族的人来支持，顺便也分几个钱，顺便也分几个银角啊。互围咧看的遐个庄脚囡仔，甲因发落走。周福生看也差不多啊，就甲青泉县的抢友咧，翻头行一段的田花路，就来到迄几间庄脚人大个土角草厝仔面头前，遐，厝前厝后也有搭几落的草寮啊，有诶饲猪，有诶饲牛，有诶是有。囤规间厝悬的稻草，迄应该就是迄种的啊，草葬、草印，就是伫我挂过来了后，塔做一堆就对啊。就我先忽然想起向迄个老地主太太讨袖竿的老大人，就顺便问青泉先咧讲，伊贵啊讨迄副袖竿，你想伊要囥伫倒？
当然是搬来到即个草寮啊囥啊。青山县就记迄个708路的草寮啊，708路，226嘛，毋是226啊，708路。708路，226细细散散，可能细细散散较拄好。伊个厝就是凊彩起啊，你啊，伊毋是好野人厝，起的时阵大概也无啥物计划通讲啊，所以就是想到就起到倒，欠大就起，欠大就起安尼，所以就是会起甲细细散散，毋是起甲226安尼。毋是起甲226，细细散散，我是感觉细细散散。线牙牙，线黑黑，线黑黑。好啦，细细散散，线黑黑。青庄乡就记遐个细细散散的草寮讲，毋若安尼啊。伊每一年还阁叫人来油漆一届，看迄寿官有去互虫蛀去。好佳哉伊贵啊，伫遮咧做田，有草寮通囥伊个寿官。若伫城里厝都无够大，哪有所在通啊囥寿官？是啊，除了大埔林家有诶空房仓库，现主是普通人家买寿官来囥，就已经是真罕咧看啊，凤毛麟角。凤毛麟角，凤毛麟角，就是真罕咧看物件啊，无凤毛麟角，但是新闻啊无收。这是，伊是敢若修哦，伊是凤毛麟角，凤毛麟角哦，我记得是。我就讲，每一个作者有家己迄个用字用词的习惯，但是我记唔着。凤毛麟角，凤毛麟角，稀罕阁宝贵啦，对。买寿官来囥的已经是真罕咧看。倒是为家己买墓地人还阁真多。周福生目睭挺啊大大蕊，真晓伊咧问一句：啊，为啥又是安尼啊？因为寿官若要买随时就有，但是墓地有限啦，特别是好风水的墓地愈来愈少。毋知就毋知，早就买了去。青山县的话，倒是互周福生的头壳顶三一剂啊，清凉剂，互伊清澈起来。伊真好奇家己从来也毋捌想过即个问题。伊常常产生为家己买墓地的愿望，所以就问青山县咧讲：你即附近敢有啥物好的风水地啊无？有啊，青山县就随意。眉飞色舞，讲甲嘴啊笑笑啊是安那？伊即个青山县咧算是照顾伊迄个三山神动的嘛，所以眉飞色舞，讲甲喙笑目笑是安怎？眉飞色舞，唱歌，迄个香港人唱的迄首歌晓。眉飞色舞，尾仔翘翘哈，尾仔翘翘。你即附近敢有啥物好的风水地啊？有啊，青山县哪回答？讲甲尾仔翘翘。一两个日前，我正行去到对面山的一个水池仔边，看到一块草地，我一个看到，虽知影是真好的风水地。第二天，我阁特别早落镜去测，真足甲算。你知无？原来竟然是毛细血，才想着讲想的，若会当待伫遐，一定真有福气。将来子孙绝对是出大地。
朱福生去互青山生的一番的描述，规个人甲心肝底就喵喵，就问伊讲：你敢会使现主是带我去看？啥物会使袂使？反正就一工啊，而且佫顺路。你敢会使现主是就带我去看？哪有一个袂使？反正就规工啊，而且佫顺路。青山生就带周福生搬过一粒山轮，行参花路，毋是参，这应该是碎掉路，羊肠小道、羊肠小径。因为若准讲我无记毋对，伫迄个公馆迄搭遐有一个福寿山，还是周志山，应该是我对，景尾迄搭遐吧。较我考试，还是要到世新大学迄搭遐，因为因是大艋舺嘛，所以大艋舺过来遮其实讲远也袂讲介远啦。羊肠小径，羊肠小道，羊肠小径，安尼羊肠看卖一个。碎掉路嘛，所以碎掉路。差不多。羊肠小径，弯弯弯弯，碎掉路，弯弯翘翘会碎掉路啊，小路啊。弯弯翘翘，好啦，我无确定因下过即个山是啥物货，因着搬过一粒山啊嘛。青山生就带周福生搬过一座山轮，顺弯弯翘翘的小路啊行，来到一窟大水池头前的草帽啊。迄个草帽啊，伫咧水池头前小可亮起，两边有另外两粒小山轮，前是细，围迄个水池啊，迄大片的水田规甲围起来，袂输敢若一队的虾仔讲，连毋捌风水的周福生，也的确有毛蟹蟹的感觉。螃蟹当然一般拢讲毛蟹啦，只是感觉有啥物其他的讲法？螃蟹。虾啊，毛虾，虾啊，毛虾。当然，论真讲是爱去问因迄个地理生的，还是算命生的，讲即个，过去嘛拢敢若听过伊咧讲，什么美人穴、龙穴、心穴迄个，毋过迄个，有当阵啊，真啊假，真歹讲，真歹讲，螃蟹。螃蟹，醋鱼钱、红钱、菜钱，伊就是用钱去讲，要毋过虾应该是一个讲法啊，对啊。即个毛蟹蟹。目正对遥远的大屯山，大屯山遐，正对大屯山哦，安尼就用大屯山、台北城画一条线，看测去到倒一区田安尼。
迄三粒山顶凌风，正对天顶几蕊那棉花的白云，忽然间互人感觉真爽快，心旷神怡。因即天也好天啦，所以好日子啊，看到遮的物件代志嘛，真正舒适的对啊。心旷神怡，心旷神怡，松行。所以规工乱，可能伊迄阵透中昼嘛过，可能是毋是大遐蛇属啥食一个便饭便菜，煮煮者安尼，所以就无搁另外食。咱我进就是已经算好势安尼，清爽，就互人感觉真清爽，产生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飘飘欲仙。听讲找到一个好梦地，感觉差不多就对啊，是不是安尼？知影？飘飘欲仙，背书那要做事的感觉，感是安尼。飘飘欲仙，飘飘欲仙，好啦，就飘飘欲仙。才伫迄个草埔四周围小看一下，周福生已经深深爱着，应该讲杀着啦，好啦，杀着啦。就对青山先来讲，这风水我真介意，但是这地是向因兜的，你敢知？就下面迄个做田人的，青山先就伫水田当中一户有为青竹的。农家，迄个做田人姓萧，即个田含即个地就是伊家己的。你若介意，我就带你来去甲伊讲，以后捌我，看我的面子，伊定着会减算你几个仔钱，伊定着会算你较俗的啦，应该是安尼简单讲。因着驶过迄颗水池，行一段田花路去找迄个农家姓萧的做田人。讲因的意思了，就讲无甲几句话，即笔交易就讲好势。结果周福生用200块银买迄块毛蟹蟹，另日才佫交由青山县的送来互姓萧的。青山县的还佫建议讲，青山县佫建议周福生去买一块长山石的无字木牌来安插伫咧毛蟹蟹，表示迄风水已经。名无有主，只是主人还佫活咧。听候另日寿终，才要来正庆，寿终才要来正庆。这个周福生当然也答应，所以等伊转去到艋舺，除了原底迄200块，又佫互青山县的蒙牌钱，请伊代办一切。另外又佫互伊中人钱，以及。手塑料，这应该是日本话吧？手塑料，当然，这手塑料、手塑料应该不是台语，可能什么对日语来。手塑料呢？当然，伊小说内底用印号甲印起来嘛，可能是要表示台语的嘛，无的确，怪看卖啊。手塑料、手塑料，应该是伊过去的一寡踏地的买物件的款吧，无变太大数。所以可能即个真正会有读溪课，我伫互伊中人钱吼，因等于是看狗的概念嘛吼，互伊介绍去就对啦。所以可能我意思，
就花一寡钱嘛，就是该什么钱什么钱，啊，然后搁更条钱要互伊吼，中人钱甲即个手数了，可能当做一寡必要的开销的看法，可能是安尼。后面即两项青山线的拒绝收，但是周福生非常坚持。下底一困了后，最后青山线的只好就悄悄啊收入来，吼，叫做啥？俏纳票，干俏纳啊？什么货？迄个庄卡人合唱团票，就是张家祥迄个庄卡人，因有一首歌，是林秀梅也是这首歌内底嘛是有讲到，传一个什么物件啊，叫迄个梦者接纳就对啊，所以这有当中一寡字词嘛是真歹讲的。好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即个咧读的《龙刀山》读到第二部读的第5章，就暂时先读到这啦哈。感谢收听，回来关房，拜拜，再会。2点钟。